呢一張就係深圳地鐵嘅地圖，啲線全部都係一樣啦。第4號線同埋13號線有啲特別嘅，佢哋特別在啲咩呢？佢就係港鐵營運嘅港鐵深圳，佢哋有港鐵營運嘅形式，佢哋個廣播同港鐵一樣。平時深圳地鐵嘅廣播就係下一站嘟嘟嘟，開左車門，請提前做好下車準備。但係不過呢，呢個叫做港鐵呢兩條線13號線同埋14號線同港鐵一樣，就係下一站嘟嘟嘟，左側的車門將會打開，請小心列車與站台之間的交接。呢就係佢哋嘅差異啦。而且佢哋啲設施嗰啲標誌同港鐵嘅都係一致，所以佢哋港鐵營運嘅。北京嘅京港地鐵同埋杭州嘅杭港地鐵都係港鐵營運嘅。